2026嘅 F1 揭幕戰好似發生咗好多事咁樣，有我哋幾年都冇再見到嘅韋少自炒，主場車手未開始先結束，3季後終於再有非韋少嘅紅牛車手喺前3起步，Limber、Audi 首戰得分等等。但當睇返今場車嘅結果，又的確係冇太大嘅驚喜。上年嘅4大車隊依舊繼續係4大車隊，賽前吹捧嘅平治係大熱，最終亦都一如我哋猜測咁樣，真係贏人哋9條街。到底喺新車下嘅第一場 F1 大獎賽，又係唔係真係好似某人所講咁樣，變咗升級版嘅 Formula E 呢？首先係 F1 新例下，由於早前已經將 DRS 取消，取而代之嘅就係 SM Strict Mode。Strict Mode 同以往嘅 DRS 雖然概念一樣，但唔再規定必須緊貼前車1秒範圍內先可以打開，轉移去到車迷用肉眼睇唔到開咗定係未開嘅 Overtake Mode 身上。至於我哋點樣先知道 SM Zone 設喺賽道嘅邊一個路段呢？其實同以往 DRS Zone 一樣，喺 F1 官網2026賽站地圖入面有清楚列明24場賽車 SM Zone 嘅分佈，就好似今場澳洲站咁樣就有5段。但喺 SM Zone 推行嘅第一場比賽就已經出現咗爭議性嘅問題。FIA 就喺星期六早上 FP3 前大約2個鐘頭，以潛在不安全問題指出賽車嘅下壓力喺開啟 SM 之後會增加車手失去對賽車控制嘅風險，而突然通知各大車隊臨時取消 T8 去到 T9 呢隻弧形高速路段嘅 SM Zone。但後嚟以 Audi 首當其衝，聯同多支車隊強烈表示反對，迫使 FIA 最終決定暫緩取消一事。除此之外，今年嘅新事物都仲有 Hurwan 嘅出現。澳洲賽道方因應比賽日啱啱好係300婦女節，而將 T6 改為 In Her Corner 一名，向 F1 2位現役最具代表性嘅女性工作人員，史上第一位女工程師 Laura Muller 及紅牛賽車策略主管 Hannah Smith 致敬。相信有留意 F1 巴林東側嘅朋友，以至係有睇澳洲 FP 都會欣賞過法拉利既 smooth 又快嘅起步。由於 F1 今年取消咗 MGU-H， 促使 Turbo 唔再有電能驅動，而要完全依賴引擎排出嘅廢氣。廢氣量不足就會令 Turbo 轉速上唔到去，從而衍生 Turbo lag 嘅問題。但由於大部分引擎製造商為咗追求直路嘅表現，完全忽略咗呢個問題，選擇咗將 Turbo 整大一啲，因此令賽車需要至少10秒嘅 rev up 先至能夠啟動引擎，而偏偏只有法拉利嘅 PU 有顧及到呢一點，加上佢哋自古以嚟一直都偏向將 Turbo 整細一啲。咁 Turbo 細又有啲咩關係呢？由於細 Turbo 嘅葉片直徑較少，而且重量較輕，所需驅動引擎嘅廢氣就自不然更加少，令佢哋嘅起步遠比其他人快。不過取捨嘅就係佢哋賽車喺直路上嘅表現就會較弱。但由於平治、Audi、Honda 等等嘅引擎商都同樣面臨住 Turbo lag 嘅問題，因此喺群眾壓力下，促使 FIA 修改法例，以應對佢哋口中嘅安全問題。所以由今年開始，喺誤斬紅燈一熄之前，將會設有額外5秒嘅藍燈 Pre-Start 時間，等車手手動將個引擎轉數拉高，以減低賽車死火嘅風險。翻嚟澳洲，法拉利東側之王一名依舊保持得非常之好，最後去到排位完全失去咗蹤影。四爺陸仔當然就繼續喺第4啦，而7屆亦都人如其名咁樣排喺第7位。其中陸仔喺排位賽之後就咁樣講：我哋離 Mercedes 實在太遠啦，我認為佢哋今日表現出嚟嘅速度遠超場上每個人對佢哋嘅預期。我真係唔知可以期待聽日啲咩。我認為佢哋會喺第2個世界，可能會比其他人單圈快1秒。不過呢個只係我估嘅啫，當然希望係我估錯啦。雖然喺排位上佢哋表現都繼續 keep 到，但嚟到正賽 Turbo 細的確係有巨大嘅優勢。雖然早前有人一度指出 FIA 新增藍燈之後會大大削弱咗法拉利起步快嘅優勢，但到真係落場可以逐格翻睇，喺起步前2部法拉利分別喺第2排同埋第4排，而喺起步後進入1號彎嘅時候，陸仔就已經由 P4 升到嚟帶頭，
咸美頓受惠於 Oscar 未開始已經結束，前方冇人擋住，亦都由 P7 殺到上嚟 P4。而就住起步嘅問題，賽後羅素同韋少都分別指出同一個問題。我哋一開始就知呢一場係一場硬仗。我喺起步嗰陣見到賽車嘅電量幾乎歸零，然後我起步又好差，真係太難搞啦！我完全冇電，我都唔知發生咗啲咩事。暖圈嗰陣就已經將所有電量用晒，起步嗰陣電池電量係零，所以幾乎一啲動力都冇。粗略咁樣用 Excel 計算，鹿仔由第2圈直至羅素入站嘅第13圈，鹿仔平均單圈快1.333秒，但喺第11圈客查壞車，引發 VSC 虛擬安全車。呢個時候羅素同埋安東尼隨即入站換上硬胎，一胎走天涯。相反，兩部法拉利選擇 stay out。當時咸美頓就曾經問過：至少我哋是但一個入嚟。喺錯過咗第一次入站機會之後，7圈之後輪到保塔斯部佳德力出問題，但可惜運氣問題。喺 VSC 出事嘅一刻，鹿仔同咸美頓已經過咗 pit entry， 而喺下一圈 pit entry 更加關閉咗，令佢哋嘅戰術逐漸變得被動，只能夠堅持繼續 Plan A extend 到26圈同埋29圈。陸克萊同咸美頓先至前後腳入站，並且最後落後15秒，以第3、第4名完賽，打平4-4-16呢個組合最佳成績。而喺賽後喺 Thread 上都見到唔少對拉里今日戰術提出質疑，批評佢哋是否 ON9 等。但到底實情又係唔係真係戰術大師上身呢？ Fred Vasseur 就對呢個問題就有咁樣回應啦。我哋必須要現實一啲，平治尋日比我哋快咗0.8，步伐同速度亦都明顯地比我哋好，而且我相信冇人會諗到佢哋可以一停帶到尾，我哋都對佢哋嘅輪值壽命感到相當驚訝。我認為我哋只係選擇個適合我哋嘅時機先至入站。我對於今日嘅策略並唔後悔，對比起尋日，我哋已經邁出咗一大步。而家唔需要再深究啲咩入定唔入，只需要將所有嘢專注喺下個禮拜嘅中國站。按照策略組嘅思路，即使係指 VSC 唔入，係因為佢哋認為時機出現得太早，顧及到賽車同埋輪胎壽命，唔可能從第12、13圈換一條白胎撐足45、46個圈到比賽完結。如果照樣跟住對手入站，冇錯，的確係可以繼續保住1-3位。但睇翻 Telemetry 都見到，鹿仔喺26圈換胎之後，即使有13圈嘅 Tile Delta，不過喺圈速上都依然係同羅素叮當碼頭，甚至係羅素更加快，就可以睇到 SF26 嘅胎號比 W17 差咗幾多啦。所以如果最初又要一齊入，最終好有機會係都保唔住呢個冠軍。但呢種睇死自己嘅戰術，又係唔係過於保守呢？首先 VSC 期間入站能夠比正常入站慳咗10秒，就算最終真係胎號過於嚴重，後勁不繼，都仲有充足嘅差距，再做2停甚至3停都仲得，而且可以靠鹿仔塞住個頭位，利用 Clean Air 降低胎號劣勢，而且可以向身後羅素施壓，就好似1號彎呢一下。其實呢一下就算冇 1-2 都可以有 2-3 嘅 Double Podium， 但而家就拱手相讓，造就平治 1-2。其中鹿仔就對今日嘅策略就咁樣睇啦。我並唔後悔，呢個係我哋明確嘅選擇。我哋知道由星期5開始到而家，每一節都至少有一部車擺低喺賽道上面，所以我哋知道比賽入邊唔只有一次 VSC， 所以我哋會認為等下一次可能會更加好。但不幸嘅係第2次嘅時候 Pit Entry 刪咗，我哋冇辦法利用呢個機會，只能夠講我哋運氣唔夠好。當然佢哋可以選擇保守，都有佢哋嘅道理，只能夠講就係佢哋會唔會過分咁樣睇輕自己呢？不過呢種策略搭配呢種運氣，先至係我哋熟悉嘅法拉利啊嘛。我哋又可以講一句 Next year is our year。Anyway， 至少拉里能夠喺第一場車就已經可以企上頒獎台，至少就冇好似上年咁樣 must be the water。但有雖然咸美頓最終都係差0.625秒先至能夠登上頒獎台，但至少叫做重拾翻信心。So far 喺今年嘅第一場，我嘅感覺非常良好。我覺得如果俾到5圈我諗我可以上到頒獎台。由今日開始有好多積極嘅因素，呢部車嘅駕駛感覺好好，呢一場亦都係
一場好有趣嘅比賽。係嘅，我哋的確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先至可以趕上平治嘅步伐。我哋至少最大限度咁提高咗我哋嘅成績同表現。我對下一場都相當興奮。同時，法拉利嘅旋轉尾翼亦都預計會喺加拿大站亮相，而今場嘅表現以至係賽車嘅反傳統創新概念，佢哋能唔能夠做到 This year is our year 呢？雖然喺過去嘅巴塞隆尼亞 Shakedown 同埋巴林東測都係由東測之王法拉利名列前茅，但大家都深信 Next year is our year， 今季真正嘅主角係平治先啱，而最終果然啊，一直收埋埋，直到 Q3 一下爆上嚟，贏所有人超過 0.7， 由羅素以1分18秒.518衝上鋪，炒過車嘅安東尼都毫無影響。落後隊友 0.293， 協助平治喺4年之後再次 lock 緊頭牌。上次呢就已經數翻到2022年嘅巴西大獎賽。相信大家都會問，今年平治玩晒？其實某程度上係，之前都有講過啦。喺2026新例之下， FIA 規定所有引擎嘅壓縮比必須由以往嘅18:1改成16:1，並且會喺室溫下對引擎進行測量工作。而正因為引擎壓縮比喺高溫下並唔屬於 FIA 嘅測量範圍，而成功俾平治揾到灰色地帶，利用一啲特殊物料同設計，能夠等賽車喺高溫下透過熱膨脹，令壓縮比提升至到18:1，從而令到佢哋嘅引擎能夠比其他車隊擁有更多額外嘅馬力，據悉甚至可以快0.3至到0.4秒。而加上今場澳洲明顯咁樣係一個放電場，擁有多段高速路段，令佢哋嘅優勢變得更為明顯。相反，去到摩納哥、匈牙利呢啲較着重過彎嘅場，可能法拉利等嘅車隊就可以追翻近一啲。即使 FIA 早前已經修例，決定由今年6月1號起，增加喺130度下都會對引擎壓縮比進行檢測，即係引擎壓縮比喺130度之下都要符合16:1。同時喺下年開始，只會喺130度高溫下先至需要對壓縮比進行檢測，但據悉呢項更改對於佢哋嚟講一啲影響都冇。而喺排位之後，咸美頓對於平治呢部火星車就咁樣講：我唔清楚呢個係乜嘢情況嚟，佢哋喺測試入面並冇展現出呢種實力，而家卻又可以從某啲地方得到額外嘅動力。我希望只係單純嘅馬力優勢，而唔係壓縮比嘅問題。不過如果壓縮比係造成性能差距嘅原因，咁樣我會對國際汽車聯盟有好失望。我都會教我嘅團隊跟佢哋一樣咁樣做嚟獲取額外嘅優勢。假如佢哋有幾個月嘅優勢，咁呢個賽季基本上就已經完咗。鹹爺後悔未？雖然就話今時唔同往日，咸美頓已經離開平治，但應該都未至於過去8年自己嘅6屆世界冠軍係點樣得返嚟，都唔記得咗係嘛？話說當年問佢對 DAS 呢項黑科技係唔係潛在公平性嘅時候，佢笑住回應：呢個係車隊創新先至能夠得到嘅秘密武器。接住嚟到正賽，除咗啱啱提到法拉利嘅火箭級起步，初段稍為落後之外，直至紅軍疑似戰術大師上身，28圈開始由羅素超越咸美頓翻領先之後，佢哋就逐漸天外飛仙，並且最後由羅素以15.519之差領先所有非平治車手衝過終點線，奪得車隊自2024年拉斯維加斯站之後相隔1季再次獲得 1-2。 成場車佢哋都冇咩特別，車手冇犯錯，策略組冇幫車隊讓冠，賽車亦都相當生性。莫非 F1 真係會進入第二個2014年？睇翻兩部平治嘅領先地位，法拉利落後15秒，麥拿倫落後51秒，紅牛落後54秒，哈斯嘅啤文打後全部都落後至少1個圈。但如果睇翻實際嘅 race pace，可以睇到平治嘅安東尼係最好嘅，羅素落後0.11秒，法拉利嘅咸美頓落後0.13，鹿仔0.21，韋少0.53同 Lando 0.56等等。簡單嚟講，就呢個結論而言，法拉利喺 race pace 上其實並唔係落後平治太多。不過第一場啫，都唔能夠斷定一切嘅，同埋第二場有東方嘅神秘力量呢。經過2026年嘅第一場 F1 大獎賽之後，係嘅，我哋以往熟悉嘅 F1 的確係有所變質，
其中喺羅素同埋洛克萊嘅格鬥之中，我哋都可以留意到，當後車剎到去前車嘅時候，明顯咁樣係鬥慳電。其中鹿仔喺3號彎選擇提早收油叉電，明顯咁樣讓路。之後喺8號彎、9號彎又再開啟翻 SM KO 翻羅素。不過作為一位普通車迷，的確比起以往係更加緊湊同精彩，而且有新嘢睇之餘，喺比賽嘅後半段都開始有翻 F1 嘅樣，就係悶咯。不過就今場而言，絕對收貨，至少冇早前大家擔心變到更難爬頭嘅問題，而且今年有 ADUO 防止出現速度懸殊嘅問題，相信平治就算真係統治，都應該冇好似當年咁樣咁誇張啩。總結啦，今條影片呢就嚟到呢度啦，大家又認為呢場車精唔精彩呢？喺新例之下比賽，你又覺得會唔會過於複雜，搞唔清楚乜毛打乜毛，甚至 MOM 又去咗邊呢？阿媽又去咗邊呢？咩係 SM 又咩係 OT 呢？喺不足4日之後 F1 就會去到上海展開今年第一場 Sprint， 到底到時又會由邊一支車隊跑出呢？而我哋亦都會再次到訪現場睇車啊！最後記得分享、讚好、訂閱、留言，我哋上海見啦，拜拜。